会，没有感觉，有点痛痛的。没考虑过哎，就是要，对，有的打就是要打。专家有说，如果有打的话，会他们假设得到 COVID-19 的症状会比较轻啊。我们现在打都是小朋友的5到11岁的儿童的疫苗的部分。那因为现在学校也在停课，那其实家长可以利用我们在注射站的时候，在这个比较气氛比较氛围比较和缓、比较舒服的环境下施打疫苗。因为小朋友打疫苗，家长会比较谨慎一点，会多询问医生一些问题。那医生很耐心的去做解释，所以这个部分会稍微久等，会稍微再等一下的时间，但是家长都可以接受。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我们呼吁家长就是说目前为止，不管是莫德纳，不管是辉瑞都没有疫苗不良反应我们期待他们都是很平安的那所以说先前对于莫德纳的误会以及排斥我们觉得其实这个是非常冤枉的然后我们希望说家长还这个能够让自己的孩子早点有保护力那是越早越好因为如果这样看起来，我们的这个莫德纳疫苗施打也超过1个礼拜了所以说这一个多礼拜都没有这个不良反应那希望但是保护力第一剂的这保护力已经有了陆续在2个礼拜后都会有那所以早一天施打早一天有保护力，那能够这个对抗疫情的这个高峰。我们现在目前施打已经24000剂莫德纳，22000剂辉瑞疫苗，总共合起来46000多剂已经打出去了。这个年龄层总共有11万人，所以我们后面呢还有剩6万左右，6万多11万，陆续还会再施打所以说这个疫苗绝对够，大家放心。但是不，这个就是希望您赶快预约赶快有这个保护力，不必去半夜排队，也不必去这个提早卡位那这个家长爱护孩子的心理，我们都可以了解只要轻轻松松的上网预约，然后去可以打疫苗，可以看卡通，孩子们就比较开心一点。你好，是观众欢迎收看6月2日中嘉台南电新闻。面对疫情的严峻，议员李启伟伫总日顺都来要求市府比较去年减免摊商甲市场租金的做法，减缓纾困的天数以外，嘛进一步替安平区大楼来清明，希望率先全国用子母车来清运大楼本色，以减轻住户的负担。政府实施本色无落地以后，民众提本色等本色车已经成为习惯。不过，议员李启伟接受安平这大楼欢迎，因为政府分化路维修，民间公司收运本色费用增加，相对增加大楼住户负担，所以要求政府许可专门实施子母车清运。就是环保局回应，依照目前人力甲添购本色车的经费，实在无法度一摆到位。即摆咱的粪扫当然环保局我们来做个清运嘛，这套天厝是这个环保局来做一些清运大楼住户当然也要一视同仁大楼的垃圾由民间来清运实在不太合理的，因为他们的垃圾不是讲这事业废弃物虽然咱台南有超过3000栋的大楼，不过毕竟他们也是这个186万人口的一部分这咱政府北岸公没有这个能力来做一个负担放纸车的话。那不用太久，不会超过1个月，它变成垃圾点，那等于是倒退回去。那现在会定时定点这样收，那也就是说不要到处市区里面都是有脏乱点。至于议员讲的这个大楼的部分，很主席呢，我尽量能够协助，尽量能够协助。但是呢，因为如果要在公寓大楼里面呢设这个纸车桶的话，那必须要去改我垃圾车的规格，要去夹这个桶子，所以我的量能确实有限，我现在没有办法一步到位。
议员强调，台南有3000栋大楼主体，自可能是市民的一部分，除了要求协助清运，嘛希望率先全国实施用子母车来清运大楼垃圾。对此，市长嘛答应检讨，找出可行会当接受的共识。用子母车有些地方可以省时省力又省钱，这咱哪无要来做呢？省钱不知道了，省时省力也是有的。我们来想一下。咱会当安尼较方便的吼，升降吼子母车，咱个需要安尼恰人吼，咱是安尼。来检讨一下啦，这部我们来检讨，看会当有一个找出一个大家都可以比较方便的方式。议员除了关心大楼垃圾的清运，嘛进一步替大楼污水加工来清明，因为这几年来政府并污水加工率投入庞大经费，但至于透天厝政府会当负责，嘛要求大楼爱比较办理。台南新闻顾文吉、林英庚采访报道。伊最近不断传出流浪狗攻击民众、伤痕累累等等个案，呼议员郭宏仪伫中日顺选择大部分的时间拢甲市府亲自探讨流浪猫犬的管理，会中甚至提出流浪猫犬的议题，伫网络的销量竟然比疫情较悬，要求市府一定要重视。台南推动流浪狗零扑杀启动以后，议员郭宏仪表示，因为收容所空间不足，除了造成目前全市流浪狗已经超过19000只，是全台湾第2多，更不断引发人犬的冲突，和社会付出悲痛的代价。议员进一步表示，以动物窜出的车祸一档一档增加统计，每一档至少1500只死亡的家人，等于是间接扑杀的事实，要求市府一定要好好重视管理。一天5只狗啊，在咱的台南市的路顶发生这款代志，那每一年可能要这样来收拾这样的局面哦。可能要1500次到1700次，所以欠是咱这动保处的人员，而且会造成咱市民朋友足大的伤害。不管是人犬的冲突、养饲的争议、收容不足，或者是矫正市等流浪狗的严重问题，市长吴伟霆除了感慨进前推动动保教育园区被议会否决议案，不过现况的问题也是爱提出改善。增加这个安置的地方，安置量。除了安置的地方这个是其中一个面向而已。其实，管理上也非常重要了对，从喂养，从弃养，然后到环境卫生，然后到收容几个部分。这个部分都要靠去宣导，都要让它尽量让它法制化啦。一些有一个规定有法可管。我们现在喂养啊，没法让它管你呢。现在喂养跟反喂养都是势均力敌啊。不是啊，现在是我说这些喂养的爱爸、爱妈，他们现在有法可管吗？没有。所以刚刚您提到说，支持喂养跟反对喂养的人是势均力敌，而且声量都很高。对。所以某种程度要用靠宣导。那你如果说直接下去用强制力要求禁止喂养或要求反禁止喂养，这样子的话都会造成社会的不安跟冲突。根据了解，流浪猫犬议题伫网络的销量竟然超过疫情的关心，所以议员嘛借此提醒市长一定要有效彻底解决。台南新闻顾文吉、林英庚采访报道。随疫情南海出事，6月1号，台南市的确诊个案7634例，已经第一摆超过台北市。毛议员柯志春伫中日顺强烈检讨现况快筛发放甲做法，要求市府一定要有危机意识，提早应应。面对疫情第3档的威胁，议员柯志春对翠安、疫苗到快筛等一开始拢欠缺威力，质疑政府对中央到地方防疫的危机意识甲配套不足，要求一定要随时调整步骤来方便民众，不是让民众排队苦苦等待才来应用。同时嘛，因为疫情南下，6月1号台南市确诊7634个个案，已经首次超过台北市7480例，相当欢乐。比如讲我们的快筛，你可以卫生局
除了你医疗专业，你这个战绩快筛，但是你发放，你可以透过区公所行政作业，或是我们的检测专业的卫生所，有钱跟没有钱嘛，两样嘛，对不对？那好，你说先把没有钱的先归开，把它区隔开，全部要费用，你可以透过行政的里长、邻长造册，要多少剂，可以把它规格化，登记完了以后多少，后到区公所。这个有违法吗？还是区公所行政作业队收钱？好像刚刚好像不自在，刚刚红火会讲贪污啊！你流程做得好，签收流程做得好，我为什么要讲这个道理？我们的行政系统，我们能够摆在哪资源防疫，不止在一线作业的医务人员，我们行政的团队里面把它加去做行政作业，效果非常好。可以说个咱即摆迄个快筛包嘛拢是迄个民政局的迄个户政系统的斗相共，迄区公所区公斗相共分啊。议员除了针对疫情威胁，要求市府一定要提早应应，包括一旦敌人空袭等紧急的事件，不管一般民众还是养护之家、医疗院所如何撇烂应应，嘛要求市府相关单位一定要提早演练，看如何到附近的公共场所地下室撇烂疏散。咱的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代表台湾到美国西点军校就读的胡佳琪，日前取得毕业证书，回到故乡台南，嘛成为台湾第2位西点军校毕业的女性军官。立刻上午市长委贴亲自来祝贺。来自台南去国家派到美国西点军校读册陆军官校学生胡佳琪，日前完成学业，摕到毕业证书，回来到台湾。同时，嘛是台湾第2位对西点军校毕业的女性军官。2号，台南市长委托亲自到厝内送往来表示祝贺。必须是跳脱一个自己的舒适圈。那我知道我的国家、我的父母、我的家人也会希望我跳脱自己的舒适圈。而且我来到西点是代表国家，所以我看到其他人可能会躲在自己的舒适圈里面。我会觉得我必须要去做一些不一样的、特别的，去挑战自己，然后让世界看到台湾这样，就算只是一点点，对我也会尽我的努力去做一点改变这样。世界的百年大疫，其实他2年没有回来了，而且这2年他自动到美国的部队去实习见习，其实他过得相当的辛苦。那军人没有所谓苦，算历练。那天的阅兵结束之后，他穿着很整齐的阅兵装。我说你麻烦过来一下，给爸爸亲一下。亲那一亲哦，我这个是爱哭的爸爸。我亲完之后，我整个人哦那个眼泪哦，因为我看到我孩子跟美国的军人一样，在阅兵场上不输给他们，所以那个非常激动。而且你知道，他为了让我能够看到他，因为那么大的场地，1000多个人，你根本找不到。他说爸爸，我会努力，我会争取比较高的这个实习，然后他的背章会很大，你看背章就知道那个是不是我。佳琪厝内有3个姊妹啊，拢伫咧美国的军校读册，爸爸嘛感到非常的欢喜。佳琪虽然身材比其他的外国人更较细汉，不过嘛是透过努力，伫咧体能的方面一点仔拢无输给外国人。非常非常的感动，尤其是台湾精神的具体体现。为什么呢？因为佳琪在西点军校在当期毕业的1050位同学里面是唯一的台湾，而且也是所有女生身高最矮的，可以这样讲吗？对，她最娇小的。那可是体能的表现，我们刚刚看到却是赢过很多白人或其他族裔的女生都一直超越他们，这真的让我们非常感动，也觉得深深感到骄傲。在学校适当的期间表现真优秀，嘛曾经担任实习连长，并伫咧军服上表示台湾，同时嘛配挂国旗的步章，为台湾嘛为台南争取荣耀。市长勉励未来嘛要继续伫咧军旅生涯中继续带来好表现。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
疫情严重影响各行各业，头家拢想尽办法来吸引人客。其中台南的娱乐业嘛决定推出万象美食，同时响应政府防疫，只要民众疫苗注满3针，餐饮服务拢享有折扣。大火翻炒，芳气十足，总菩萨好功夫，贵者就会当看出来。不过，这并不是倒一间餐厅的厨房，而是伫台南万象大舞厅内底。而一般人想到舞厅，第一个印象就是跳舞、唱歌的所在。想不到原来阁有遐尔澎湃好料，伫遮嘛当品尝到。我唔知因竟然除了水饺以外，阁有这样多菜，你知道？太厉害了！这对乌鱼羹鸭羹绝对酱鸭羹，我无来好啦。本来你是要吃万象水饺是？我本来是来吃水饺的。然后看一下他们菜单，发现他菜单真的很多菜，我常常一次都把它叫上来好了。开幕那么多年了，我1年最少来100次啊，从来也没看过有这个菜，我也不知道有这种菜，今天才知道了。啊，阿德请我来吃，我才发现到原来这个样子。菜色跟你在外面的餐厅吃起来真的是太棒了，我一直过去都不知道万象那么好的菜。拥有30多档料理经验准家师。原本是咧大饭店西餐部服务，后来因为想要学台式料理，所以离开饭店拜师学艺。现在伊来到万象舞厅担任总铺师，就希望会当让人客品尝到伊的好手艺。我之前是从西化室做起的啊，在台南饭店、天下饭店、首相饭店我都有待过，而到一段程度以后，我想说出来再学习另外一种做法，中台式的菜的料理，所以说才会有一些菜自己研发出来。所以在旅店也可以吃到好吃的菜。对我们目前讲真的还在努力当中，可能过一阵子还有新的突破的菜色出来，也不一定。因为疫情的关系，和舞厅业绩下降一半以上。为了自救，董事长詹正义、总经理陈美琪、总监林祖云等人，甲公司干部开会讨论后，决定用万象美食吸引人客敲门，优惠活动并结合疫苗政策，画出拍满3节就当享有折扣。我公司呢，为了这个自救呢，所以对这个6月初开始，我来推广着这个，阮这个万象美食，咱个人客来，伊若有注3剂的疫苗，伫阮内底用餐叫美食超过1000块啊！阮拍到一个优待，万象做者美食，唔尔讲阮万象这个水饺，遮好食遮有名。阮公司呢，所有的菜色物美价廉。为了员工的生计，也借出奇招。舞厅现在不只是唱歌跳舞的所在，更是品尝美食的好选择。拍满3节人客，就来当拍9折。外茶餐厅阁有8-5节好康，优惠直到6月底为止。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迎接5日节连假，为伫台南客家区的动物园，特别为游客推出白粽节系列活动，除了看动物有通耍水，嘛借出单笔消费满200块，得当抽现金礼券。欢迎大小朋友做伙到园区快乐过节。伫6月3号开始，白粽节的年假来到。为伫咧客家区的动物园顽皮世界，趁这波年假推出仲夏绿洲派对，邀请市民朋友会当带着厝内囡仔来到园区，除了会当看到高水的动物以外，嘛会当来耍水。然后在这边要跟各位推荐，就是说我们这一次端午节连假啊，我们公司还是一样会推出，让游客可以很高兴来玩的一些活动。好，比如说。我们主打，因为端午节嘛，一定要有粽子，所以我们来一个仲夏绿洲派对，哦，然后粽就是粽子的粽嘛，哦，绿洲就是我们有一个水乐园，哦，我们叫绿洲水乐园，哦，我们这个派对就是说让人家来呢，你可以玩得非常尽兴，玩得非常高兴，而且我们这个仲夏，我们今年特别推出就我们有一个新的亮点要呈现出来，哦，这个亮点就是我们所谓的。鼓掌聚落，这个鼓呢，就是古时候的鼓。其实我们是取这个我们乌龟它的台语的音，龟嘛就是孤，是孤，所以我们就用鼓。然后掌就是仙人掌，
所以我们有这个鼓掌聚落，就把我们原先那个仙人掌区，然后去再把它改造，去把它美化弄一些置入一些动物，可爱的动物，这是非常超猛的这些动物哈，像有狐獴啊，一些象龟啊，这是大型的要跟游客来同乐还有设好几个拍照的那个很好打卡的景点。这摆嘛特别结合白粽节，嘛推出2个人若做伙来到优惠的票价，并伫咧园区内底消费单笔满200块，就当参加全联福利中心的礼券8000块的抽奖。欢迎家长带着小朋友做伙来到园区共游，趁年假期间来享受一个亲子时光。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迎接5日节，台湾普利关怀协会联合上午伫和顺利活动中心以健康关怀作为主题，要互弱势家庭透过趣味比赛甲物主的观众来感受节庆的气氛。端午节是台湾重要传统节庆之一，赶伫咧这日进前，普利关怀协会伫北区和顺利活动中心办理端午飘香重视情关怀活动。同时结合真侪爱心单位共同斗相共，参与的单位有台南市希望义诊协会、开元市慈爱病院等等，并伫活动中向民众宣导健康运动以及防疫重点。主办单位也希望透过活动的举办，让更侪人关心弱势族群。今天的活动呢，最主要是要庆祝这个端午节，因为我们知道在疫情期间弱势是非常辛苦的，尤其在这段期间，更多的弱势他本来就是打零工的，在这段期间你们等于说完全没有收入，所以呢，我们就一定坚持呢，一定要办这个端午节的活动。那同时呢，也因为疫情很严峻，所以我们特别呢，在这里呢准备了每个来这边参加活动人1盒的口罩，那这样子呢一起来防疫。如果防疫能够每个人都坚持，都有出一份力气的话，相信台南市的疫情就会减缓。活动这天，现场嘛来了真侪贵宾前来同乐，有中西区长汪庆龙、市员陈怡丁、沈振东、市员参选人蔡宗豪也拢到场致意。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所有的弱势朋友最近真的是更加的辛苦跟困难所以也希望说透过这个端午节前夕呢，那募集了很多的物资，那也今天也还有我们包括我们的慈爱医院的林华院长，还有我们的希望义检协会带来义检服务，也希望说让所有的弱势朋友可以漂漂亮亮，那能够健健康康的过这个端午节，也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市长王伟特因为今日伫议会开议，无法度到场，所以特别委请中西区长汪庆龙代表前来，并颁发感谢状予普利关怀协会。市长刚才我们那个从监政议员还有我们那个普利关怀协会来合办这个爱心活动刚才那个议员有讲这疫情严峻大家这个那个生活的话就是更加困难所以说那个我们张理事长要提跟立委议员这边结合募集更多的资源来做爱心活动真感谢啦由普利关怀协会立法委员陈廷辉、议员陈怡丁服务处主办，北区区公所、中西区公所、台湾中油共同合办的端午飘香重视情关怀活动，邀请到250户弱势家庭参加，除了宣导健康资讯，并且会后分送物资。普利关怀协会希望借由这个活动，重新唤起社会对弱势家庭的关怀和关注，也希望会当透过这个活动抛砖引玉，号召更多社会大众做伙加入关怀行列。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感谢收看6月2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郭文杰，咱再会。